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亚洲上大的约会包市的网站进入到台湾市场，搁伫个网络顶强力来拍广告宣传。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倩萍昨质询的时阵讲，会员已经超过3万人，其中女性占得要7成，这7成的女性内底，阁有将近4成是女学生。讲每一个红包市的女性，每个月会当摕到超过6万块的所费。就惊这个包市的风气若扩大，学生的价值观会愈来愈偏差。警方讲会甲教育单位来合作，针对校园甲学生来宣导，嘛会保护这个数位部对业者加强来管理。逐工整个水当当，生活毋是伫咧细包的公司，无就是伫咧食顶级的料理。有名的包市网站进军台湾，搁找案例分享实际的经验，对外宣传。每个月我都可以拿到15万的零用金，常常会去很多国家旅游，甚至我们还有一起去看过极光呢。大个月领钱超过上班族的3倍，都计还注意到。这个网站的负责人2年前在其他国家才被捕了哈，但是在防堵的方面的话，他这个网站就这样大啦啦。在那边做宣传跟广告。包市网站统计分析，台湾会员超过3万人，女性占多数，平均伫咧18岁到36岁，集中伫咧台北。主要职业学生的上多，过来是服务业，第3是教育业。大个月收费超伫咧6万块卡刀，有学生家长就听过囡仔讲过，同学伫咧介绍。明明他同学就拉他去，说不用干嘛就能有钱拿。内容就是吃饭出去玩，还说如果遇到帅的，还可以交往看看。明明就觉得很可怕啊，跟陌生人出去被怎样了都不知道。虽然反悔唔敢若伫咧新北市，不过因为网站推出繁体中文版，议员就烦恼包市氛围的分化，提出经检单位爱加注意。对价性关系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讯息的话，那这边可能就会涉嫌到我们刑法或儿少权法儿少性剥削的部分。警察讲，除了会伫咧网络加宣传水，卖含教育部联络，为学校含学生做教育宣导，卖请数位部甲业者管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